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0年5月29号。这一期咱們繼續聊聊伊朗，聊聊中東，聊聊波斯局勢。今天是美國和以色列對伊朗進行混合治療的第91天，也是哈梅內成仙的第91天，也是哈梅內爾·穆吉塔巴音信全無人間蒸發的第91天。波斯局勢一波四折就連這個美國和伊朗的叫諒解備忘錄也是一波四折。本周特朗普對伊朗小試了一下他的榔頭、錘頭、小鐵錘，敲打了一下朗子。現在朗子已經急哄哄的上趕着要簽諒解備忘錄。新華社報道，根據美國阿克西奧斯新聞網站28日援引美國官員的話報道，美伊談判代表已就諒解備忘錄達成一致，仍需美國總統特朗普最終批准。也就是說，雙方談判代表已經把這個諒解備忘錄已經談好了，等着特朗普簽字。美國官員表示，諒解備忘錄條款已於26日基本達成一致，但雙方仍需獲得高層領導批准。一方表示已獲得必要批准，並準備簽署。你看，這是新華社報道的，這個貓拉粉、微對粉、狼粉要看清楚，這是新華社報道的，說伊朗方面表示已獲得必要批准，並準備簽署。美國談判代表向特朗普匯報了諒解備忘錄的細節。特朗普向調解人表示，他希望用幾天時間來考慮此事。什麼意思？朗子這邊說我們已經授權了，可以準備簽了。特朗普這個時候拽起來了，說我還考慮考慮，就這意思這是新華社報道的。所以說，通過新華社這報道，把美國和伊朗之間談判誰在下風，誰求着誰一目了然。這個不像平常胡一靜老師所宣稱的，特朗普現在是求着伊朗談判，進又進不得，打又打不了，不敢打，談這個伊朗人也不讓步。特朗普現在是焦頭爛額。實際上是朗子這邊已經簽好了，也不是說簽好了，他說已經準備好了，可以簽了，已經獲得了必要的批准，也就是哈梅內爾·穆吉塔巴已經批准了。但是特朗普這個时候突然臉一變，我要用幾天時間來考慮考慮此事。你細細品，或許伊朗人又被特朗普給耍了，所以朗子馬上口風就變了，說我們也沒準備簽。你看後面這個又是 CCTV 報道，他說最新消息，據伊朗塔斯尼姆通訊社當地時間5月28日晚援引談判團隊知情人士消息報道，伊朗與美國之間潛在的諒解備忘錄文本內容尚未最終敲定。你看前面新華社說了已經敲定了，最高領袖也同意了，準備簽了。特朗普突然說我要再考慮考慮，這一下這朗子一看自己上當了，馬上就口風也變了，說我們這邊也沒有敲定，也未得到確認。西方消息源所謂美伊諒解備忘錄已最終達成的報道並不屬實。塔斯尼姆通訊社報道稱，伊朗並沒有告知斡旋方巴基斯坦協議文本已最終敲定。一旦文本最終敲定，伊朗將正式通知巴基斯坦，並向公眾公布。顯然，這份協議誰先簽，就預示着誰。從形式上看，誰先慫，但是確實主動權掌握在特朗普手上。為什麼這麼說？特朗普是一點都沒有放鬆，封鎖、制裁，時不時的再打擊一下。教訓一下，誰在失血？伊朗在失血，衛隊在失血。我們看看這個美國的高官，比如說貝森特，還有萬斯，他是怎麼表態的？這個新華網報道，美國財政部長貝森特28日在白宮記者會上表示，美國與伊朗的能否達成潛在協議，取決於美國總統特朗普是否支持該協議。美國媒體當天早些時候援引美國官員的話報道，美伊談判代表已就諒解備忘錄條款基本達成一致，有待特朗普最終批准。貝森特在記者會上沒有直接回答多次相關提問，而是稱雙方團隊一直在進行往來磋商，並強調一切都取決於總統想要怎麼做，就是一切都在特朗普的掌握之中。特朗普高興就簽，不高興他就不簽。貝森特說，特朗普有幾條明確的紅線，即伊朗必須交出其高濃縮鈾，伊朗不能發展核武器，以及霍爾木茲海峽必須保持開放。這個貝森特在回答有關美伊前一日發生軍事衝突後停火協議是否依然有效時稱，美方到目前為止所做的一切都是防禦性的，而且會繼續這樣做。
他還說，如果特朗普認為無法達成和平協議，那麼軍事行動將捲土重來。這個貝森特他說，雙方一直在交換提案，我們或許已經看到達成協議的曙光，一切都取決於總統想要怎麼做。特朗普總統不會接受糟糕的協議。記者還問這個貝森特，他說，對伊朗的解除制裁是否已經列入議程？貝森特說，除非我們看到霍爾木茲海峽恢復暢通，且伊朗方面同意移交高濃縮鈾並放棄核計劃，否則一切免談。我們再看看這個萬斯是怎麼說的。萬斯現在感覺有點废太子的味道了。現在很多媒体都在報道萬斯在白宮已經失勢了，在跟盧比奧的角逐中，萬斯現在黯然落幕。當然了，这是西方媒体報道的，說這個萬斯現在風頭已經被盧比奧給搶了。最主要的問題就是萬斯在打擊伊朗這個問題上面跟特朗普不是一條心。美國副總統萬斯28日在馬里蘭州安德魯斯聯合基地對媒體說，美國同伊朗的談判已經取得很大進展，但還不確定美國總統特朗普是否會簽署協議。你看他的說法跟貝森特是一樣的，也是簽不簽協議完全看特朗普個人意願。一念之間，當被問及特朗普是否會簽署美伊正在討論的諒解備忘錄時，萬斯說，很難確切地說總統何時會簽署這份備忘錄，甚至很難說他是否會簽署。目前我們正就其中的幾個措辭細節反复磋商。萬斯說，伊朗談判代表確實希望達成協議。目前雙方在涉及高濃縮鈾儲備以及鈾濃縮活動方面還存在一些問題，我們正與他們進行反复溝通，至少就目前而言，我們認為他們是本着誠意進行談判的，而且我們也確實取得一些進展。也就是說，你看萬斯的表述還是多多少少有點理解或者諒解伊朗的，對伊朗方面的各種說法還是抱有一種願意傾聽這種耐心，不像很多人对伊朗這邊的說法，那完全就是謊言，就是拖延時間，打就對了。但是萬斯不是這樣的，萬斯是還想聽听人家是怎麼說的，怎麼解釋的，怎麼辯解。所以萬斯說，希望談判能繼續取得進展，這樣總統就有可能支持這項協議，但目前顯然還沒有最終確定。而特朗普他在接受媒體採訪的時候，他說，記者就問他，那伊朗的哪些行動可能會導致美方再次採取軍事行動，也就是導致特朗普舉起大錘。特朗普說，對我們明顯不利的協議條件最終會導致這種情況，也就是你的協議條件不利於特朗普的話，不利於美國，那麼他就要舉起這個大鐵錘。他說，我需要預判局勢，還要看事態如何發展。我正在談判，他們也在談判。然後特朗普說了，說他們非常狡猾，是很有能力的谈判對手，但所有王牌最終還是掌握在我們手中。所以說，無論是特朗普還是萬斯還是貝森特，表達的意思就是一個，伊朗這邊協議已經諒解備忘錄已經談好了，就等着特朗普簽字，頂多裡面還有個別的這個詞語要斟酌一下。萬斯說，美伊談判正取得進展，但還有很多細節亟待敲定。不過萬斯也承認，跟伊朗人談判呢，那麼諒解備忘錄裡面任何協議都要包含核查機制，以確保伊朗履約，也就是協議簽了，你得確保這玩意能執行下去，執行不下去被伊朗人給耍了。根據福克斯新聞披露的這個諒解備忘錄詳細內容，福克斯新聞披露的是有5條，第一條是停火60天，第二條是霍爾木茲海峽全面開放通航，且不得收取任何通行費，第三個是伊朗在30天內清除霍爾木茲海峽中的水雷，第四個是美國將在滿足條件後解除海軍的封鎖，第五個是伊朗承諾不發展核武器。福克斯新聞这個條件雖然寫的比較簡略，如果真的這樣執行，那衛隊那伊朗那相當於變天了。怎麼叫變天？就是伊朗完敗啊！第一個，霍爾木茲海峽啥也幹不成，本來伊朗人先通過霍爾木茲海峡要攔路收費沒了。第二個，核武器搞不成，核武器濃縮鈾還交出去，把那些設備還得拆掉，那不是衛隊完敗嗎？鳳凰衛視報道，他說美國與伊朗據報已就一份為期60天的諒解備忘錄草案達成一致。
伊朗方面否認關於伊朗與美國諒解備忘錄文本已最終敲定的說法。以色列媒體記者援引一位知情人士消息稱說，伊朗最高領袖穆吉塔巴尚未批准美伊諒解備忘錄，目前可能只是議會議長卡利巴夫、伊朗外長阿拉格齐以及美国中東問題特使維特科夫及其團隊之間達成了某種共識，但伊朗最終決策者還沒有說同意。伊朗副外長等官員相繼表態，稱將堅決回應違反停火行為，不會簽署任何不符合國家利益的協議。另外，穆吉塔巴在伊朗伊斯蘭議會成立紀念日發表書面講話，指出敵對勢力經過強加的戰爭、經濟施壓以及政治圍困後，其盲目的計劃是制造社會分裂，以彌補軍事上的失敗，並使伊朗屈服。穆吉塔巴表示，當前最重要的任務之一是維護民族團結，呼籲各界，特別是政治精英和議員，共同維護國家統一。為什麼伊朗人一會兒這樣一會兒那樣，對吧？這些消息很多都是從伊朗放出來的，實際上就凸顯出伊朗目前這種一是群龍無首，第二是內鬥，那是已經公開化，所以他一會兒這樣說，一會兒那樣說。甚至卡利巴夫已經指定了代表團的發言人，就是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即便这樣，那伊朗內部還是各說各話。一會兒這個通訊社發表一個知情人士的說法，一會兒那個通訊社也是知情人士說法。每個通讯社它背後都有一個主子，都是代表一方勢力。你比如塔斯尼姆是吧？什麼通讯社，那後面恐怕是衛隊的給他撐腰。還有什麼學生通讯社，那後面好像是總統佩斯希奇啊，他們說話都不一樣。所以說只能說伊朗內鬥加劇，美國也有內鬥，美国的內鬥是在桌子面上，对吧？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間鬥的是天昏地暗，連共和党內部強硬派和比如萬斯這種，那也是鬥的你死我活的。但是人家是在桌子面上，怎麼鬥來鬥去，還是特朗普一個人說了算。但是朗子就很難說了，他是個暗箱操作、黑箱作業，你不知道他在整什麼。特朗普最大的這個短板就是什麼？他管不了 CNN， 管不了《華爾街日報》，管不了這些媒體，人家就等着你特朗普簽完之後，人家就要罵你，就把你的所有的你簽的那些賣國條約拿出來跟奧巴馬簽的一比較，說你特朗普你這簽的不行，失敗了。特朗普沒辦法隱瞞，但是朗子不一樣了，朗子現在就開始宣傳，他已經全面獲勝，贏了又贏麻了。特朗普，美國已經逃跑了，美國嚇尿了，美國已經跪地求饒。不要懷疑伊朗這種宣傳，有很多人會相信的，相信伊朗這種宣傳的人大有人在，不光是伊朗人，還有很多在美國的人，他也相信。當然了，你的大國印度那個更多人相信特朗普是跪地求饒，特朗普進退兩難，特朗普現在已經完了。最終的諒解備忘錄是什麼？目前還沒有披露，因為雙方還沒有交出來。但是我想隱瞞是隱瞞不了的，這個我不知道伊朗怎麼向他國內的版本，或者是向海外伊朗海外那些支持毛拉的人解釋。伊朗單方面披露的這個諒解備忘錄草案，那當然是對伊朗非常有利，而是對美國極其不利。美國是跪地求饒，大幅讓步。伊朗國家電視台披露草案，這個我們以前介紹過，它只披露對伊朗有利的，伊朗希望美國做的事情。至于他对美国的承諾，什麼零濃縮鈾那個鈾庫存怎麼處理，霍爾木茲海峽開放，那都是含糊其辭，甚至不提。但是這一次媒體披露的諒解備忘錄，那顯然對伊朗已經非常不利了。也就是就目前披露的這些，那就是伊朗要投降。雖然停火期限仍然是60天，但是首先是在封鎖問題上，伊朗承諾要在30天內徹底清除霍爾木茲海峽的水雷，確保海峽航行自由。而且美國一再說霍爾木茲海峽不能收費，任何費用都不能收。這特朗普一再強調說霍爾木茲海峽不歸任何人管轄。而且特朗普還警告這個安曼說，你要是配合伊朗人收費，我就把你炸個底朝天。嚇得安曼趕緊聲明說他反對在這個霍爾木茲海峽收費。新華社報道說，美國財政部長貝森特28日在白宮記者會上說，安曼已保證不會徵收霍爾木茲海峽通行費。
佩森特說，他當天上午就和阿曼駐美大使通電話，對方向他保證，阿曼沒有徵收霍爾木茲海峽通行費的計劃。佩森特說，我告訴他，也就是阿曼駐美大使這徵收通行費根本行不通，他也不願冒着阿曼個人和金融機構被制裁的風險。當天早些時候，貝森特在社交媒體發文，警告阿曼不要協助在霍爾木茲海峽徵收通行費，否則將遭到制裁。而且貝森特順手就把伊斯蘭革命衛隊下面成立的这个叫波斯湾海峽管理局给制裁了。说这個什麼意思呢？也就是說，你伊朗不要打主意在霍爾木茲海峽這兒賺錢收費，甚至你連管理的能力資格都沒有。這是關於霍爾木茲海峽。那關於封鎖，簡單，伊朗30天之內要開放霍爾木茲海峽，要把海峽裡面那些水雷給找出來排除掉。根據這些，美國決定再去解除對伊朗海岸線的封鎖，而不是說諒解備忘錄一簽，美國海軍就一撤。這是你伊朗，你30天之內你去慢慢去搞那些水雷，你慢慢的開放霍爾木茲海峽，不是那樣的。人家你得把這海峽通航之後，美國的海軍才會撤，才會解除對伊朗港口封鎖。最次是什麼？最次現在談到最次的是，比如說戰前通過霍爾木茲海峽的這個石油每天是2000萬桶，伊朗是200萬桶。我這是舉個例子。那好了，那現在那你比如說你伊朗現在每天通過霍爾木茲海峽的整個的阿拉伯的波斯灣沿岸的石油，通過霍爾木茲海峽的，如果達到了1000萬桶，那行，那你伊朗每天你就能出去100萬桶的石油，也按比例。我認為這恐怕就是特朗普底線，那雙方給甜頭。總之，每天從霍爾木茲海峽出去的油越多，那特朗普是越高興。特朗普那就給伊朗配額，是不是這個邏輯？如果你把霍爾木茲海峽封到0，沒有石油出來，那你自己一滴油也出不去，你也沒有外匯。如果你讓霍爾木茲海峽油能出去一天能出去1000萬桶，那我就讓你出去100萬桶。我認為有可能是會達成這麼一個協議，30天之內恢復到原狀，而且不能有任何收費。貝森特說了，連配合收費的都要制裁。所以說，這個美國不是馬上在一個時點上就解除對伊朗的封鎖，而是根據霍爾木茲海峽的通行狀況來調整。我認為這個是比較這個合理的，能執行的。最好的辦法，對美國最有利的辦法，就是等到你霍爾木茲海峽完全通行，暢通無阻，美國再解除對伊朗的這個港口的封鎖。這是最好的。但是朗子肯定不願意，朗子說我要完全通航了，你到時候你也不解除，我找誰去？我不吃虧了嗎？我現在就不相信美國人。他說來說去就這點事。霍爾木茲海峽成為一個武器，成為一個叫胡一進老師說的不對稱優勢，一個籌碼，徹底的變成一個什麼搬起石頭砸自己腳。至於伊斯蘭革命衛隊威脅要切斷霍爾木茲海峽的國際觀覽，這個也不排除他有這個能力，或者不排除革命衛隊會這麼做。但是這個也是一樣，對伊朗的傷害也是巨大的，甚至對伊朗的傷害比對國際社會的傷害更大，因為國際社會觀覽是的會出現問題，但是有補救措施，不是說沒有辦法了，這觀覽被切斷，還可以通過衛星，通過其他的對吧地方，但是伊朗可是沒有補救措施，那你就整個的與國際社會孤立，真正的成為一個信息孤島，而且會招致不可預測的打擊，所以切斷觀覽也只不過是衛隊拿出來威懾恐嚇的一個手段。這是關於霍爾木茲海峽，我估計談判就這麼談，解除對伊朗的這個財產的凍結，240億美元，這個我們前幾天說了，估計是中間人卡塔爾、沙特他們去擔保。那至於他們敢不敢擔保，願不願意擔保，那是另外一回事了。那肯定特朗普也不會讓步的，不可能說你簽個協議我就把錢給你解凍。你幾百億到手，那這個特朗普那會被美國人罵死。至於這個中間人擔保人去給，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擔保人敢冒這個風險嗎？這是個問題。那最重要的就是特朗普不是畫了幾個紅線嗎？一個就是濃縮鈾核問題。你說不談第一階段諒解備忘錄裡沒這個，那是怎麼可能？特朗普說了，這個是第一階段第一個要談的就是濃縮鈾60%的400公斤的這個鈾庫存怎麼處理。伊朗人願意簽這樣的一個備忘錄，只說明一個問題，他這個經濟真的是拖不下去了。5月28號凌晨，伊朗總統佩塞西奇揚公開發聲表示，如果伊朗與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對抗，
伊朗就必須要接受困难，而這個所謂的困難，首先是伊朗在未來6到8周儲油設施將面臨超載，也就是爆倉，到時候要麼石油停產，要麼將石油傾倒進波斯灣，徹底摧毀海灣地區的石油經濟。你想，海水一污染，波斯灣沿岸的不有很多什麼海水淡化廠嗎？都會受到影響。其次，伊朗的物價通脹繼續飆升，現在伊朗1公斤雞肉價格高達1500萬里亞爾，相當於普通伊朗人工資的10%，也就是你這1個月工資你買1斤雞肉就得花你10%的工資，也就是你1個月的工資只能買10斤雞肉，你說這伊朗人怎麼過吧？第三，則是伊朗資金面臨枯竭，也就是現金流要斷，不僅进口物資面臨緊缺，公務員跟衛隊的工資也面臨長期的拖欠。正是在這種絕境之下，伊朗總統才可以在革命衛隊強硬派阻擊之下，佩泽西奇扬逐漸的部分掌握伊朗的權力。為什麼這麼說？伊朗現在的互聯網已經在佩泽西奇揚的號令下重新開放，然而這個過程裡卻被伊朗強硬派控制了。伊朗網絡安全最高委員會以未經伊朗國家安全最高委員会批准為由，向伊朗憲法監護委員會發起訴訟，也就是說要抗命。就我們昨天說了，他認為你佩泽西奇揚沒這個權利要開放互聯網，因為互聯網是由伊朗的國家安全委員會來封禁的，那必須是國家安全委員會來開放，你總統沒這個權利。但是由於開放互聯網深得伊朗人的人心，而封閉網絡不得人心，所以即便教士集团掌握下的憲法监督委員會下令暫停互聯網的開放，然而最終無人奉行，也就是下面這些技術官僚都不奉行。為什麼呢？人家工資都沒發，你再這麼封鎖下去，大家都餓死。從政府到運營商，實際程序鏈條都奉行了佩澤西奇揚互聯網開放的命令。可以說，伊朗強硬派外強中乾，這個底色被美國和以色列已經看得清清楚楚。也就是佩澤西奇揚在伊朗民情的這個支持下，部分的掌握了一些权利，不能說掌握了大權，民心所向。因為你3個多月根本就過不下去，那連衛隊的工資都在開始拖欠。可以說，伊朗現在拿出了絕大的和談誠意向美國妥協，而佩澤西奇揚承擔了巨大的政治風險。但是我覺得对特朗普來說，跟伊朗人簽協議還是賭啊。為什麼呢？佩澤西奇揚在當前情況下稍微有點權力，有點聲望，但是不足以壓服衛隊，不足以壓服強硬派。面臨着就是你這個協議談得再好，你跟穿西裝的談得再這個符合特朗普意願，但是執行不下去，執行過程中一定是一波三折，甚至到最後功虧一簣。伊朗媒体5月28日報道，伊朗最高國家安全委員會副秘書巴蓋里譴責美國非法要求破壞地區安全和穩定。巴蓋里表示，美國所謂的以武力實現和平是一種病態理論，是對獨立主權國家發號施令並提出非法要求。美國和以色列的軍事存在已經成為地區不穩定與不安全的核心根源。特朗普說實話是有軟肋的，雖然他自己說對中期選舉不在乎，不影響，美國人的油價還能扛得住，美國的通脹他認為不受影響，但實際上還是有影響啊。所以我覺得特朗普他嘴上說的是不在乎，那實際上他還是軟肋，這就被伊朗人給抓住了。跟伊朗的间接备忘錄後面在60天的談判，首先簽字之前會一波三折，第二個即便簽了字，這還是一波三折，中間還得打打鬧鬧，不停的敲打。最終我們退一步說，即便這個核協議這個整個的都簽完了，還是沒有用。因為大家也懂，就是這個什麼道理呢？就是你要讓這個毛拉政權緩過來了，就是最後簽個協議嘛，毛拉政權給你跪下，對吧？把這個400公斤的濃縮油雙手奉上，对吧？給這個美國送過去，霍爾木茲海峽恢復2月28號之前的現狀，那你特朗普還能怎麼樣呢？对吧？你只能給人家解除制裁，給人家把錢送過去。這個朗子，這個毛拉政權只要有了錢，對吧？他有了合法地位，他比那個朝鮮有錢呢。朝鮮有錢是吧？人家賣石油還是有錢的嘛。
那人家搞核武器，你還能把人怎么着？人家偷偷的搞，又開始，這回更隱蔽，對吧？這回更小心，反而會這個養虎為患。雖然有以色列在那監督，但是你這要麼就過2年還得去打一回，或者過5年又得去打一回。也就是現在你沒有斬草除根吶。要想讓伊朗人放棄核武器，你必須把這個衛隊伊朗伊斯蘭革命這個毛拉政權要把它鏟除。你至少要鏟除到什麼程度呢？就是讓這個西裝派真正的能在伊朗說話管用，掌握權力。也就是西装派在對伊朗衛隊在對這些強硬派的鬥爭中真的能獲勝，那麼伊朗它的國策是吧才會改變。他就是有錢了，他也不搞核武器。現在如果他的毛拉政權不變，他就是沒錢，對吧？他只要能活一天，能苟延殘喘一天，他就要搞一天的核武器。而目前伊朗的这些西裝派要想全面掌權，那也是非常難的，不可能。那所以說，美國和以色列要做的事情還沒做完，不能爛尾，對吧？也就是對這個革命衛隊再進行猛烈的打擊，削弱他的這個能力。所以接下來這幾個月，這個事情是沒完沒了，對吧？作為吃瓜群眾可以一直看下去。最後再說一說這個董王射日，射到伊朗這兒發現太陽太多，射了一個又一個，不止9個是吧？差不多有90個。所以朗子這個太陽太多，特朗普現在把矛頭一指，準備去射古巴，那兒一個小太陽先給他射了。美國的政治報報道，他說美國五角大樓經過數月的準備，已部署對鄰國古巴發動軍事攻擊所需的部隊和武器，現在只需等待美國總統特朗普最終批准。這個星期三，就5月27號，美國政治報報道，美國海軍在古巴地區的部署規模是在中東以外全球最大，能讓美國立即對古巴採取行動，包括類似於捉拿委內瑞拉前總統馬杜羅那樣的俘獲古巴領導層，以及實施一系列精準打擊。多架美國先進的無人機和偵察機數月來一直在古巴上空盤旋，也就是大家也要做好心理準備，保不齊哪天董王把古巴這個太陽給射下來了。總之，太陽是越來越少，太陽愛好者啊又是如山考匕。董王射日，那群眾還是喜聞樂道的，喜聞樂見，對吧？群眾還是應該給予鼓勵。好，這期節目我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轉發，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評論，謝謝大家。